胡婉穎啊，你中唔中意食日本拉麵啊？啊，都中意㗎。其實所有日本嘢咧，我都中意食嘅。咁啊啱啦，咁你可以去下日本嘅名古屋嗰度咧，有一間好特別嘅拉麵館。咁店內嘅拉麵咧都係用一雙機械手煮嘅，由吳慧思帶大家睇下。就係呢對機械手，由煮麵、熬湯底到一手包辦，再加埋塊叉燒就大功告成。呢對機械手廚師只要1分40秒就可以整起一碗拉麵，係名古屋呢間拉麵館嘅生招牌。廚房設喺店嘅正中間，吸引咗唔少人嚟試下。有食客話，原先以為機械手淨係負責剪開啲麵條，坐低先知原來除咗侍應上菜，成個烹調嘅過程都係不經人手，味道仲同真正嘅大師傅嘅手藝不相伯仲。老闆話安裝機械手係因為佢能夠更加精準咁樣拿捏煮麵嘅時間同埋落湯嘅技巧，等拉麵嘅味道能夠保持1等1嘅水準。每碗叉燒拉麵盛惠50幾蚊港紙，店鋪開張唔夠1個月，由於安裝機械臂嘅成本貴，暫時就仲未回到本，不過已經賺晒人氣。亞洲電視記者吳慧思報道。各位天氣。